看成王爷阴阳判。惊是朋友，惊困去，惊会忘记你，惊找回有你的记忆。思念的天线，过海过山岭，情做风送着你的形影。自细汉，看你甲遮大汉，我一直想讲，咱虽然散车，毋过无要紧，上少我有嫁出一个好囝，伊重仁重义，知影啥物是对，啥物是毋对，绝对毋是迄款忘恩背义的人。你变啊！我。阿娘，文熙，你真正变啊！明仔载开始，我要带转去旧厝遐住，你免叫人来甲我防台，我受当袂起。我要甲家己行教好，无资格做一个顺案代理的老母。阿娘。今晚安怎？你免紧张，我的命哦，给你相信啊！阿青，真是你！原来人在讲，这个溪水内底的水鬼。真正是你！原来你要嫁给我这个人，不是？因为讲我这个故事，阿青，我哪有可能把你放袂记的？你当然免把我放袂记。你这个杀人凶手！杀人凶手！阿青，你听我解说，这一切拢是阿勇伊。阿勇啊！阿勇啊！伊只是一个下骹手啊！当初若不是你命令伊，伊嘛无可能将我送入潭中。是你，我今麦变成一个阴魂，这拢是你做的好代志。你可讲不是你？阿静，不是我，真正不是我。老天爷，快老爷，我条枪伫阴曹地府，永远拢袂将你放袂记你。好，主啊，你走！大人啊，咁爱我替你想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。
感觉我连做伙都无做。但我是不家有生人，天公伯，现在你去帮我算，我已经115年，到尾也要到死。现在你安尼折磨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师傅，安怎？大功告成啊！干嘛呢？你无看我武我规身躯汗，你放心啦，我甲你用性命保证啦，安啦安啦。有影，安尼就好啦，安尼就好。关老爷，我想要问你一件代志。哦，是钱是吧？你放心啦，你替我办好这么重要的代志，我绝对袂亏待你。哦。啊，这我当然嘛知影。我是要问你讲，你甲这个水鬼啊，到底是有啥物冤仇？是安怎要叫我做法？我是捌听你讲过，但是吼，唔是遐尔清楚啦。这好，我卖问，我办。关老爷，每一个人拢有过去，小的太不应该，太爱管人家事的，歹势。安尼，你也唔赶紧去领赏金，嗯？啊，是。来人啊！在。去把迄个断事解决掉，千万会记，做好清气，知无？是。这件代志绝对袂用互任何一个外人知影。啊，是迄个宋文喜，死去已经解决了，即马就换甲你。原来是风，奇怪，今仔日目睭皮一直跳，心肝头嘛足乱，敢讲会发生啥物代志是？大力，代志好啊！啥物代志？老二个破病啊！大小啤酒，我即摆就过去。是。老夫人，你免甲我恐吓，伊安那对待我，你嘛有看到。今日我来，只是要甲你讲一声，我真正无对不起你。你怪我无这个福气，我以后无法度去照顾你啊！你安尼是创啥？是我唔好。我无甲这个囡仔教好，伊今仔日才会变成安尼。无好气的人是我，是阮丧家歹势着，无好气带你入狱。老夫人，你莫甲讲啊！我知影，是我的囝唔好，不过我是干那还阁抱着一点仔希望，希望伊会当想会通。所以，我才挑工搬转来遮住。你莫安尼好无？你一人住伫遮，啥物人会当照顾你啊？你莫阁为我烦恼啊！你搬转去住，好唔好？文喜对你嘛是真友好的啊。我无稀罕，明珠，你是一个好查某囡仔。我知影，我无权利甲你要求。不过，你敢会晓看在我面子，搁互文喜一摆机会？老夫人，
我已经讲过啊，这是我最后一届来。你要好好保重你家，我以后无法度再再来。舞戏已经得啊，我真正无理由一直来甲你表演。相公，你甲我交了，你来看我，我欢喜都袂赴，哪会讲是交了？老夫人。奇怪，谁哪会停？人呢？来人啊！来人啊！奇怪，人到去对？为你伤心又何必的情？我想你嫌我伤大，心。你免问我是啥物人，你要去看恁阿娘。你阿娘啊？我哪会知？这一切拢是我安排，拢是我安排。又搁一个往死啊！真海海，这种代志，咱兄弟也毋是头家拄着，无真好怨叹。哎，你哪会讲这样呢？啊，你讲话讲啊，一点仔感情都无啊！虽然伊哦，甲咱无什么关系，咱无什么责任，啊，毋过咱做人总是要有什么恻隐之心嘛。夭寿哦，恻隐之心哟。你著爱知呢，恻隐之心毋是囥伫嘴内凊彩讲讲的，啊有实际相行动呢。那你哦，你若真正有这个正义感吼，啊有安尼啦，回去你来去保谢王爷迄个溪，好无？但你这是咧讲啥啦？上位啊是由你指派哟，上尾做上做哟，你当我你啥啊？你阎罗王哟，啊是迄强大地啊！来这套，我早就知讲你孝心成王爷真足久个啊！我。你安怎？我甲你答嘴讲啦，非地道总讲一句话啦，我自头到尾，歹势哦，我就是无迄个意思啦。莫受气甲安尼啦，咱兄弟啊真个久啊，对无？我嘛知你个个性，甲你讲生笑的啦，你嘛无想要做，那换做是我嘛无爱的。好啦，我讲下济啦，行啦。好，行，来，回。你是要创啥？要创啥？夭寿哦！这个镜头讲问咱两个要创啥？你莫讲亏啊啦！哎呦，都往死你就知，啊，伊当然是唔知什么状况啊。死啊！无唔对啊！我真正是死。少年呢，死这条路吼，每一人拢爱行啦。你靠呢，靠有需要。我是想着我阿娘，我也要甲我阿娘好啊友好，我就死。我真正是太不好，让我阿娘一个人一个勇敢，想啥物人会当照顾伊呢？原来是一个好主了。老开啊，唔通好心肝软呢，咱还阁有任务在身的啊。对。少年啊，少年啊！想啥物代志？废话讲什么代志？当然要带你去找阎王爷报道啊。对啊。来者可是宋文义，
你生前考取状元，当任顺案代志。是。你立志为世人抱不平，为冤民解冤情。是。好，算问你，我拄则看过你的身世簿，看你人品真好，又个有好事大，生前做真侪好事，为人公正，又个主持正义，因此我决定要互你继续执行你生前未完成的位置，立刻完成。你是讲，你要？你是讲，你要好好心？唯一啊，人事不能互生，本来是要封你为圣王。所问你，你无愿意？一般的死者若听到家己会当封为圣王，大家都真欢喜。你爱知影，做一个普通鬼，甲圣王是无共款。圣王是爱坚决玉皇大帝的同意，所以我死，嘛拢已经死。做一个孤魂野鬼，甲做神父，对我来讲，拢是共款。在我的心内，敢有一件代志，是我永远看袂落心。哦，什么代志？我的阿娘无救啊！伊对潭底互救起来的时阵，就已经无气啊！今嘛，除非是神仙，无则恐惊比登天较难。我干了这个误计，我求你，大夫，你一定要救我！你甲我心，你一定要救，你一定要甲救我，我求你。我真正已经尽力啊！老母嘞，你莫安尼啦，你先行甲讲好无？明珠，你甲我讲，文熙伊无死，伊无死着无？你甲我讲，你讲啊，你讲啊，老母嘞，你真正死啊！我爱母你，夭寿哦，你哦，哦，实在有够戆呢！迄偌济人是要孝顺做王爷嘞，敢若你这个镜头啊，迄你一块把放入嘴内，你俩步步甲吞落，你安尼甲呸掉哦，你啊！你虽然是真有效哦，啊，不过你安尼做确实有影。我操！恁老母还阁有19年的阳寿。19年的阳寿，那安尼，有啥物人会通照顾？我求你，我求你，叶王爷，你我回去照顾我阿娘好。我只要我阿娘阳寿一去，我答应，我马上就倒来甲你报答。到时阵，你互我弄18天地啦，19载、20载拢忘记啦。我求你，叶王爷，我求你啊！我求你啊！好啊，好啊。那安尼我问你，我这个神王的亏已经放真久啊，我真无简单才找到你这个这么优秀的人才。好，其实你若当找到一个甲你同款的人才，我也无定会予你一条的生路。真是嘞，那安尼我会当甲你推荐一个人，伊若有考到功名，后来伊互人害死，啊毋过就是要安尼，伊搁较会当了解恁家的冤情啊。假使讲，互伊做新凤，一定会做得真好。哦，这个人是啥物人？伊即马是一个水鬼，伊叫做阿七。
想要见这个人。其实伊若真是遐尼好，我会答应，绝不失言。还谢梁将军。是在。这个阿青，您敢捌？回禀阎王爷，若讲到这个人吼，无，应该爱讲这个鬼啊。阮兄弟啊吼，过去甲伊相处一阵，这个人除了心肝较软以外吼，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人选啦。是啊，伊是一个好主。哦，好，即刻带伊来见我。雨水拍窗，滴滴有声。情泪滴落你江，看无影。黑暗暗的窗外，唱你心歌，明明无情，不知感觉。雨雨声吵阮规路暝，失恋的人有失眠款呢。莫讲我爱唱歌是心欢喜，伤心事用唱歌袂记。你心